係啊，啱啱出世嘅貓 BB 好細隻㗎，體重介乎50g 至到100g 左右。但係喺出世之後10幾日內，佢哋嘅體重會飛快咁樣上升。幼貓唔同嘅成長階段需要唔同嘅食物同埋餵食方法，一般會分為3個階段。0至1個月係初生期，貓 BB 會喺母乳裡面得到大部分嘅營養，發展免疫力。如果母乳唔夠嘅話，可以選擇優質嘅幼貓奶代替，確保佢哋每日都有增磅。1至4個月就會進入離乳期，貓 BB 會開始斷奶，主人可以用水浸泡乾糧俾佢哋食。幼貓自然會出現少食多餐嘅情況。主人可以每日餵大概4至6餐左右，甚至乎放長糧都可以。4至12個月就係成長期，主人可以餵幼貓相關嘅營養配方，每日餵3至4餐左右。最緊要提供安靜同埋冇壓力嘅環境，等佢哋可以食得開心又健康。貓 BB 每個階段所需要嘅營養都唔同，所以主人記得要提供優質嘅幼貓食品，先至可以幫助到貓 BB 健康成長㗎。